大家好，甲你谈到的是印尼传统散台条之一的평반条。평반哦，弹起来老印尼的三个字，罗三个好摸强用，弹起来好轻松啊，好比较快乐一点点。基本呢，印尼来用印尼的乌克丽丽来弹唱印尼的평반条，大家强下来好哦。那我们在练习这首歌之前呢，先做一些暖手运动。这个东西呢叫做爬格子，多做这个运动，我们手指比较不会受伤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从左手来，我们的大拇指顶着我们的琴颈，在琴颈的部分呢，以它作为一个支点来移动我们其他的手指哦。好，那接着是我们右手的手指，大拇指，我们今天用一指神功，用我们大拇指来弹拨所有的弦。记得弹拨的地方呢，大概靠近身体。大拇指这个地方大概1/3的地方来弹拨。好，那接着呢，看到我们的琴颈这个地方上面有琴格哦，这个东西叫做琴眼。那每一个格子我们叫做琴格。这里是第一格、第二格、第三格、第四格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来爬格子哦。首先用我们的食指来弹拨第一弦第一格，用中指弹拨我们的第一弦第二格。接着用我们的无名指弹拨第一弦的第三格，再来就是第一弦的第四格，用我们的小拇指。好，依序来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第二弦一样，从第一格爬到第四格，1、2、3、4。第三弦从第一格爬到第四格，1、2、3、4。第四弦从第一格爬到第四格。这样的动作呢，我们反复多做几次，手指才不会受伤哦。那接着我们就赶快一起来练习今天的这首歌曲吧。好，热身运动完以后，手好轻松的哦。基本的印尼话来弹奏的两只평반哦，基本的我用到哪条和弦呢？第一个和弦就是我们的 C 和弦哦 ，C 和弦是在乌克丽丽里面算是非常基本的和弦。那我们要怎么按呢？当然一样，我们要回到我们那个刚爬格子那个动作，让大拇指顶着你的琴颈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右手这边扶着我们的乌克丽丽，然后呢，用我们的大拇指从这边第四弦来弹到第一弦，一样用手指这个地方靠近大拇指靠近身体1/3的地方，好去拨，声音才会比较清亮。好，这是空弦的拨法。好，回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和弦，第一个和弦就是 C 和弦。C 和弦在我们乌克丽丽可以说是非常基本的和弦哦。而用半琴呢，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无名指大拇指顶着，用无名指按着第一弦的第三格。好，第一弦的第三格要压紧哦。好，压紧不能有杂音哦。我们从第四弦拨到第一弦。非常清亮哦 ，C 和弦是非常基本的一个和弦，也不会很难。好，大拇指记得上往下拨，让它非常的清楚清亮。好，第二个和弦呢，就要用到两只手指头。两只手指头它怎么按呢？一样，我们大拇指顶着哈。第一个，先将我们的食指放在第二弦的第一格。夹着，好，我们像拿着一个东西一样夹着它，然后呢，伸出我们的中指，按着我们的第四弦第二格。好，那今天这两个和弦就是我们今天这首평반会用到的和弦。那今天我们要用的歌词呢，就是山歌冲泪闹连连，冲跳山歌泪结眼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歌词来唱我们的평반条，我们慢慢的来，慢慢的听，慢慢的感受这个弹拨的感觉。首先第一个和弦是我们的 F 和弦哦，刚才我们用两只手指头按的这个 F 和弦，右手呢很平稳的，一拍弹一下，一拍弹一下哈，我们继续维持。山歌流冲那泪呀。
到来这个字的时候呢，就换成 C 和弦。再一次哦，山歌柳从哪来？哦，来呀，一样拨4下，然后再转回我们的 F 和弦，闹连流连呐。F 一样换到 C 哈，这个拨我们这个拨 F 的和弦，在拨到接到 C 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想一下，我们马上要转换咯。所以像这个位置哈，山歌柳从哪来呀？闹连流连呐，准备啊。哦，这个7个字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7个字也是一样哦，把我们的 C 和弦放在我们的第4个字，那就是这样哦。冲条流山啊，准备过啊，好，再一次哦。冲条流山啊，过啊，准备再换回 F 和弦。来给了烟啊，来给烟，填上的时间，下我们的 C 和弦哦，再一次哦，来给了烟啊 ，C 和弦，所以这样就是我们평盘调这一整句的弹法。我们再复习一次哈。山歌柳从哪来呀？闹连流连呐，冲条流山呐，歌啊，来给流言呐。俩是的 N 的평盘调啊，这7个字，然后我们多复习几次呢，慢慢的就可以把我们的평盘调唱熟。今天乌克丽丽教室就教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哦。